将细心记，诉别了子女。4、5、6、7，白桃慢点，别踢着汤圆。哎，看把你吓的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叶咪咪，腿不要打弯，来，腿抬起来，伸直。哎呦，哎呦，帮你搬搬，筋就拉开了。哎呦，小时候我妈钙片给我吃多了，我头硬。这孩子，真的骗你们是小狗。好，来，林老伯。哦，夏团长早。早。百里，你先来。低点儿。不好。白桃来，回来，重来。来。这两天按你的办法练好多了，是吗？柳英来了吗？早来了。这几天他老躲在一边练功。哦。花荣，你来。花荣，你好好学，观众需要我们，演小丑照样有前途。来。柳英，燕姐，你的建议，团部研究了，同意了，同意你收白桃做学生啊，叫她白娘子。这孩子条件不错，就是基本功差点。我再帮帮他好了。哎，那你也收了百里吧，教他许仙，要不然这台戏我一个人可唱不起来的。你真滑头，推我出来当副团长，你在幕后指挥。教可以，学生我不想收。现在的青年不好管呀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淘淘，当心感冒。哟，百里，只关心你妹妹，我怎么没有啊？啊，好，给你。谭小英，咪咪，怎么了？我的这根筋大概是断了，怎么这么疼啊？懒猫，躺在床上最舒服。去你的！哎呦，我帮你揉揉。你们不是说演戏轻松吗？玩儿啊，逛码头啊，告诉你们吧，苦的日子啊在后头呢。你别吓唬他们了。其实越剧又不是京戏，练那么多功干什么呀？哎，亚红，别散布你那套，让他们都学你的样啊。我怎么了？哎，你们怎么坐我衣服上？起来，求求你，让我们歇歇。我叫你郝老师吃糖。你这个汤圆倒真会打糖衣炮弹呢，一颗糖就洗衣服。起来吧。哎，大家注意了，今天晚上看老师演出啊！晚上有戏看了。
老师到底几岁了？30多了吧？瞎讲，都43了。43？哎，你们越剧名角的年庚八字啊，我孟阿姨都知道。是吗？哎，你们是花鸟专业户，越剧迷。小生当了副团长，练功少了就附台了。哎，陆耀华，哎，陆凡，哈哈，哎，怎么样，在工厂顶得住吗？哈，可以。我看呐，你还是回来算了。我回来干什么呢？武功也教不动了。哎，还是工厂单纯啊，8小时以后就没事了。哼，不像你们没日没夜的干。哎，你怎么今天接柳英来的这么早啊？长休，柳英的腰伤又发了。嗯。陆导演。嗯。亚红啊，柳英的钓鱼快到了，你还是去看一看。哎，去。我这个臂脚啊，是永远上不了台的。柳英的腰伤又犯了。没演到这儿，我都替他捏把汗了。哎，好了，吃吧。你在台上啊，像条龙；一回家呢，就像条虫。来，吃点。啊，起来。我实在不大想吃。你别忙了，一会儿我自己会吃的。哼，你呀，你会忘的。你今天怎么了？哎，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喏，怎么样？哟，这么时髦啊！来试试。怎么穿得出去啊？嗨，你是名演员嘛，要出席个招待会啊什么的。你这么一点业余时间，全忙在我身上了。
腰挺起来。2、3，好，再来，4、5、6。哎，你看，柳英的学生倒挺水灵的，就是腰板像根黄杨扁担，硬折不弯。腰板硬，吃得开吗？腿不要弯，来。好，坚持一会儿。怎么了？老师，我头晕。不进八卦炉，过不了火焰山。你只有一个字儿：练。啊，淘淘，老师说我们的手指硬得像个萝卜，经常这样泡泡就会好的。你姐姐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成哑巴了？我太累了，说不动。白桃呀，你不是出差去了吗？啊，推迟2天，陪电影厂导演、编剧到处转转。你工作真不错，能认识不少人。哎，汤圆，这是我的高班同学潘俊啊，你好。哦，你好，我在影剧世界工作，是摄影记者，是吗？那以后我们可以有人拍照了。一定效劳。上身不要扭动，加快速度。快，要快，步子要小。刘老师，我不行了。来，再练5分钟。坚持到底。跟着我，来。老师，你腰不好。老师，跟着我。不要谢谢。淘淘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！姐姐，我不要谢谢，我不要。你要咬咬牙啊！老师说，严是爱，松是害。我们不是说过，要在业务上
冲在前头嘛。你有刘老师领着你冲，多好啊！桌上有护药水，帮我擦擦。你以后早上起来也叫着我，我们一块儿练啊。好是好，可刘老师是花旦，不叫小生。密密嘛，色色的蓝毛野。去的，秘密们随老夫进团，色色的为了闻口饭吃吃。咪咪嘛，真傻！刘老师每天给白桃开小灶，多好的机会，你就是不跟着去。福色大道。哎，怎么不好好练呢？白桃百里都吃小灶了。玉老师，吃小灶更苦，还是吃大锅饭好。求上进。习武3岁晚一去，巧才难对我。怎么没气儿了？水里液全还给我了。还笑，共鸣位置也不对，气息要控制好，沉下去，再唱。习武3岁晚一去，巧在难对莫言去。不对，不对，水袖和眼神都不对。你再看一遍，特别是最后一句。我恰是一雀牛王君。要抓住许仙的悔恨之情，不要直着嗓子叫。你来一遍。娘子是一拳击，你怎么一遍不如一遍？那么紧张，走腔走调。先学会唱腔，再教戏。百里，这是夏老师的演出录音，拿去听吧。池塘边，绿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直播来了！拿勺子，拿勺子，拿勺子！别抢，给我拿回来啊！赶紧吃吧，好吃吗？真的，别抢，我要吃。我吃。游戏的童年。你在听什么？夏老师的《白蛇传》。不错。好，有出息。来，再奖赏你1块。你看看，你可以看我的晴空霹雳！
我说你们这些人，除了吃喝打扮、看电影、听音乐，还想不想自己的业务啊？4喇叭还不够，外带航空耳机，可真够现代化的。哦，咪咪怎么了？来，谢谢教练。大家轻点，当心老师又回来。他说我们不讲业务，百里在听他的唱腔呢。就是嘛。倒霉，我们天天早起，他偏偏不来，困。眼睛向前看，立腰，蹬左腿，甩右腿，不要犹豫，一犹豫就翻不好了。好，你来。刘老师，您能不能再翻一次？我刚才没看清楚。好，注意了。哎呀，刘老师，怎么样？还是要。你呀，这样流血流汗的，就是为了把自己赶下舞台吗？不要紧的，啊。他这个人呐，不落下个终身残疾啊，是不会甘心的。过去你不是总是叫我拼命的练，一点也不知道心疼我的吗？那时候你们年轻，经得起摔打。现在也不能够说老啊。柳英不是接到许多观众的来信吗？其实观众还是愿意看我们这些老不死的。你呀，观众喜欢看我们，这也是事实。可也得后继有人呐，真等到我们老掉了牙，再带学生可就来不及了。哦，我正要告诉你，市里要举行戏曲新人汇演，团部决定让白桃百里演《白蛇传》片段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啊，就偏偏这个时候我这腰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这儿有2盘磁带，你先带给白桃去，让她自己先练起来吧，啊。又不对了！哎呀，你怎么老打断？学你的去嘛！淘淘，小时候妈妈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脾气了。嘿嘿，妈妈好长时间没来信了。来了，我放在你的床头上，你还没看见？真的？哎，淘淘，妈妈在信上主要是说让你跟刘老师好好学戏，还叫你听我的话。哎，写完了这段再去看好吗？好吧。来了啊！
以后排戏希望大家按时到场。今天给白桃牌甩慢金山，跑水族的配戏。导演，我要请假看病去。什么病要马上去看？不好说呀。拉完了地位再去，好不好啊？耽误了看病，谁负责任呢？导演，亚红有病，她的龙套我来跑吧。那怎么行？以后演出怎么办？也是我在场上，白桃也好定心点儿。你去看病去吧。葛亚红的戏由柳英替。那就谢谢啦。好，我们排戏。柳英的学生。哦，多大了？18了。那是柳英吧？怎么让她跑群众呢？是她自己要求的，给学生把场。天幕放下来，快快！放！挺好的。别紧张。拉上去，拉！哎，你们快！稳住，我到下面去听听效果。
是个好苗子。玉须郎花前月下寄鸾醉，十字旁夫妻等同结老，与谁知风雨在花城难留。转角一段红尘方对买的什么？给你一个。怎么，强盗发善心了？哎，我叔叔是新人汇演评委会的，听他说呀，你这次很有希望得奖。是吗？嗯。哎，你随时给我传递信息啊。请优秀青年演员奖获得者白桃同志上来领奖。祝贺你！淘淘，你拍啊！老师，走啊！你们拍吧啊！
这是鲁叔叔给我买的，平时我都不好意思穿。有什么不好意思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穿的？漂亮，蛮好看的。老师不敢穿，我们也不敢穿了。那这样的老太婆就太多了。就是嘛。好，老师坐下。哎，白桃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儿来呀？这2天连她人影都见不着。哦，哎，刘老师啊，听说白桃上报了。对，我这儿有。哎，给我看，给我看，给我看点吧。骤凤青，哎，雏凤青与老凤生。哟，刚演一部戏就比老师还强啊！这只不过是形容嘛。白桃只是咱们团第1朵报春花，只要你们大家都努力呀，都会超过我们的。看你妹妹多神气，你想不想神气一下？过去嘛没想过，现在好像有那么一丁点儿。我就是小时候钙片吃的多了点儿，长大了懒觉又睡得多了点儿。新竹高于旧竹枝，全凭老干为扶持。你得奖，全团都高兴，我就代表团部送给你这2句诗作为勉励。要记住，你的成长是与老师们的培养分不开的。干嘛要这么多菜？最近各地小报给我寄来不少稿费，还不该请请你吗？先吃虾仁儿，趁热。领导上决定，这次演打金枝由我演公主。哦，刘老师不演了。刘老师要我巩固成绩，还是为我跑龙套。刘老师对你可真不错。哎，电影厂最近有什么消息吗？王导演正在筹备一部农村片。有适合我的角色吗？你有兴趣？我给你推荐推荐。来，为你演出成功，干杯！为你今后宣传上少吹牛，干杯！小花旦扮相、嗓子都不错，就是小声胖了一点啊。我还以为今天是柳英主演呢。柳英不是在场上了，可惜呀，就是头牌花旦做了头牌宫女了。为什么不让她演呢？犯了错误了呗。犯什么错误？生活问题。
你听谁说的？哎，大家都在传呢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不了解情况。我不了解情况，难道说你了解情况？神经病，关他什么事儿？好像记得前2年都做了。哦，我说呢，我也现在胖的简直像个哎，干嘛把柳英换下来？夏燕这么胖都不换下来。那小花旦同他站在一块儿，真是丝瓜配葫芦。就是啊，实在是。夏老师还没走啊？今天戏怎么样？我觉得天空中好像又升起一颗明星。你又挖苦人了。哎，真的，是真的吗？人家一本正经，请你提意见。美极了。哎，这绝不是一个记者的捧场，而是我的什么？心里话。你好了好了好了，走，回家去说好不好啊？你让我把话说完嘛。哎呀，观众什么议论都会有的，何必生这么大气呢？让我老配小，明明出我洋相嘛。这么说，是白桃砸了你的台了？他还没这么大本事。唉，又是我这个团长的罪过。你当然算一个。我们被赶下舞台10年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让柳英跑龙套，害得我阴沟里翻船。亏你还是个副团长呢。我是演员，芝麻绿豆官，谁爱当谁去当好了。我要的是艺术生命。我看呐，人家柳英就比你看得远。你也不想一想，你一个人在台上能唱几年？30年、50年？人家柳英知道把艺术交给学生，这样代代传下去，他的艺术生命就永不断。前些年，我差点被自己的学生整死，我还教啊。事情早过去了，还提他干什么呢？啊！好好，走回家。你以后别把磁带什么的偷偷拿去做好人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戏没看完啊？你呀，哎，跟我们演员演戏啊，白搭。别找了，今后不伺候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？哼，我给你跑龙套，你去给别人跑龙套。
这不好吗？你不怕丢人，我还怕丢人呢。我跑个龙套，就丢了你面子啦？哼，你听听别人怎么说你吧，头牌花旦演丫鬟，生活上犯错误了。这些个闲话，你也相信？我不相信有什么用？观众千千万万，我跟谁解释去？舌头底下压死人。那，吃吧。可是下不为例啊！给你，谢谢。哟，又是一篇捧白桃的文章哦。只演了一部戏，就新秀的捧个没完。肥料浇多了，好苗也要浇死的。这花朵儿雨声一般，谁比邻？听一听，黛玉是带着满腔的哀怨来葬花的，不是来欣赏大观园景色的。你看一下，这花朵儿雨声一般，谁比邻？你要注意用感情带动作再上步。再来一遍。杨绿带翠，白桃，等等，我不是说过了，排练时间不接电话吗？再来。我学不像，我并没要求你单纯的模仿啊，我只是希望你要善于吸收各流派的特长，形成自己的风格。但是你必须记住，不论学习哪个流派，都必须要以情取胜。来，当当滴答哒当哒当当，桃花红，这花朵儿雨声一般，谁比？老刘伯，什么事儿啊？外面有人找啊。团里不是规定上班时间不会客吗？我也这么说呀，可是客人要求带张条子呀。什么条子？这什么条子？又是约会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团里规定学员期间是不许谈恋爱的。我有没有影响工作？你还没影响工作？我问你，这段戏上次排了以后，你下去练过没有？排练的时候老是那么心神不定，一会儿信，一会儿电话，一会儿条子的。你有多少时间，多少精力呀？像你们这样的年龄，要么就是勤学苦练，成为一个好演员，要么就是花前月下，做一个无所作为的人。自己选择吧。继续排练。我不练也不比别人差，用不着老揪住我不放。只要我不违法乱纪，谁也管不了我。你。
真不明白，本来一个很朴实的孩子，怎么得了一次奖，就会变成这样？算了，保重自己。咱们还是好好演出几个戏啊！哟，许仙和白娘子在这儿相会呀！演出的事和老陆谈妥了吗？谈妥了。这是千岛湖观众，他们特地来请我们下乡演出的。这是柳英，认识。你们演的戏啊，他都看了。刘老师，你带出来的徒弟真是呱呱叫，一看他的戏就想到你，心血没白花。他正在为徒弟的事发愁呢。愁什么？我向你学习，也收了个徒弟，他叫王凤珠。哦，哎，徒弟听话吗？听话。他要是敢不听话，我就另收一个，气气他。孟阿姨，您一说起来就没完，咱们走吧。好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对，是应该有点竞争性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光抓白桃一个不行，那样会昙花一现的。其他的学员也都要带好，多出他几个尖子啊！你呀，改不掉的硬脾气。刘老师，越来越早了啊。刘老师，哎，咱把昨天练的再复习下吧，啊。摆好，左手在上边，眼睛看着手的方向，立腰。好的，刘老师，您能长期教我吗？行。徒弟拜见师傅。哎，吃小灶可是更苦啊。刘老师，啊，刘老师，这样对吗？动作倒是对的，可就是没夏老师那个范儿。刘老师，你跟夏老师说说，收下我做学生吧。好吧，我再跟他说说。刘老师，您真早，都来了。好，老师早。哎，大家先练功啊，等陆导演来了，咱们就要拍折子戏了，准备下乡演出。大家好好学啊！我们有小色吗？有，每个人都有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哎。白桃，好。你怎么乱拍呀？又是一张封面。来，到底是越剧新秀，姗姗来迟啊！你以后别来找我了。为什么？刘老师说，学习期间，艺术和爱情只能选择一个。专制，家长式的专制。其实，爱情就是力量，像刑场上的婚礼，陈铁军和周文庸。你扯哪儿去了？这里不是刑场，既没有婚礼，甚至还谈不上什么爱情。你，淘淘，
别耍小孩子脾气了。这是闹着玩的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说点正经的。今年我们准备拍一本全部新绣的挂历，用你做封面。真的？哎，你是越剧新秀了吗？可我们明天就要下乡演出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到时候你请个假回来一趟，不就行了吗？哎，这也是工作嘛。嗯。快点！哎，哎呀，都80年代了，还自带行李，锻炼身体嘛。那，哎，卢帆，哈哈，团部决定主要演员住招待所，不用带背包。柳英说和大家伙住一块儿方便。哦，我来。哎，好。哎，还是柳英有福气呀。陆帆啊，你可真是个模范丈夫啊！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再见吧。哎，啊，再见。这是白桃的行李，谁让你打的？我给你打好行李还不好啊？这是什么态度啊？黑板上不是通知我们不带行李住招待所吗？哎，那是指主要演员。演打金枝公主算不算主要演员？说话不算话。哟，连你老师还自带背包呢。我的挎包呢？放在你的床上。来，接着，你看，演个把戏就教成这样了。给我。嗨，这就是柳英培养的高徒嘛。啊？站好，看着我。笑一笑，哎，看我这儿，哎，好，来，不，吃吧。不要，这是我自己家的。好。现在农村变化可大了，谢谢。欢迎你们到我家做客，再看看我家的花鸟。孟阿姨，我们那么多人，你们家挤得下吗？是啊，笃定，我孟阿姨新盖了一幢房子，好大好大的。你们这次演出的第一场戏呀，还是我孟阿姨包的呢。真的？这么啊？这儿的环境，包一场戏要好几百块钱吧？这算什么？辛苦赚钱，痛快花嘛，让大家高兴高兴。吃吧。一排黄叶似芳菲，曾过君似我侣。一曲公子当有翻译，妙子君王把无情。这姐妹俩演的都不错，她们是亲姐妹呀。看你是怎样的教训？我不但要教训你，我还要打你。你打？哼，两力也不管打。啊！你怎地打我了？你打死我吧！你打死我吧！怎么样，收下他们做学生吧？啊！
下啊。淘淘，你跟我一块儿帮咪咪练练打金枝好吗？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。手腕要放松，随着扇子的转动，抬腿亮相。对对对，会了吧？老师教的时候，我好像都会了。你不在，我就怕走样。不要紧，我给你一样东西，只要你跟着他学，就不会走样了。啊，这可比那2盘磁带贵重得多，你不心疼啊？去，别出我洋相好不好？那呀，声段谱，这个，喏，就这张，注意水袖还有扇面的位置，懂了吧？百里呀，你夏老师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掏出来了，你可要好好学呀。到了，走啊，快点！就是这儿。哟，你看他们家多好啊！走，咱们去看。来呀，就到了，就在这儿，看到没有？就在这儿。真可爱。快吃哎，姑娘们，来吃西瓜喽！谢谢。好甜的，给你一块。西瓜大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，真甜。孟阿姨，你盖这房子花了多少钱啊？还好，1万块钱都不到。哎呦，是吗？孟阿姨，这些鸟真好玩，都是你们家的吗？不是我的，是谁的呀？后面还有花圃呢，我带你们去看看吧。走，看花去，去看。哎，白大人看怎么样？姑娘们，大家看吧啊！看吧。这梅花呀，这个是配色特别好看啊，看这个漂亮啊，多少钱一盘？好的嘛，不知道。肯定很贵，是吗？我懂得，因为我们家老养。养老机良，简直技术。这个挺漂亮的嘛。哎，那什么啊？哎，瞧，哎，这个好。这盆是继木，这是黑松，这是罗汉松，这盆是雀梅。哎，哎，看这个，怎么样？真不错吧？这盆我认识，叫君子兰，要500-600块钱一盆吧。最贵的还是那盆五针松，你花5000块钱我都不卖呢。哦，哟，真贵。哎，今天白桃怎么没来？影剧世界约他拍年历去。我们到那边看，走。王导演，哦，来了啊！你好，坐。我们有过一面之交，还记得吗？记得，在桥上。潘静早就对我说了，你想拍电影，他呀，连做梦都想去拍电影呢。可以理解。说来也巧，这次我需要找的女主角，从形象到气质，她都合适。当然还要试试劲头了。我下午就坐火车回去了，不知你们团里能不能放？我看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可我只请了1天假，晚上还演出呢。哎，这样的机会难得啊。燕姐，白桃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怎么办？他说好赶回来演出的，会不会出事啊？是不是轮船脱班了？
要不我借辆车到码头去看看吧？好，我也找老陆研究一下。白桃不回来，会不会改戏？也太不像话了，这就是大主角的派头，慢慢来。听说他请过假的，什么请假？人家后台硬嘛。开始。好。刘老师来了。接到白桃没有啊？没有。那你准备上吧。好吧。你怎么了？你摔伤了？没什么，不要紧的。不行，你摔成这样，怎么能上呢？老陆，我看让咪咪上。我？行，我和咪咪排练过好几次，都配合得很好。老师，咪咪，你行吗？老师，只要你在旁边看着我，我能行。好，咪咪，改装。已经离开团3天了，真有点紧张。万一他们知道了怎么办呢？嗨，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又没干坏事儿，无非是想拍电影。哎，回去以后照样演你的戏。等到时候事儿真成了，别人羡慕你还来不及呢。要是真能拍电影就好了。哎，最新消息，失踪3天的白桃回来了。还不是宠出来的。淘淘，咪咪的公主妆已经化好了。我来得及，她还养宫女吗？你也太霸道了！你不在的几天是团里让咪咪顶上的，你一回来就叫人家靠边站呢。怎么回事啊？陆导演，白桃回来了，今天晚上的公主到底谁上啊？还是咪咪上。不要我演最好，我才不稀罕呢。白桃上宫女，让我跑龙套。你演公主时，咪咪不是给你跑龙套吗？我身体不好，演不了。哼，尾巴翘上天了，摆什么主要演员架子？都要演主角啊，龙套可就没人跑喽。白桃有缺点可以批评呢，可戏还是他演的好。昨天咪咪演还不是照样掌声不断吗？将来剧团真要靠他吃饭，那大伙儿还不得跪下来求他？白桃的问题明天研究。今晚的演出按昨天原班人马。花荣上宫女，咪咪准备上场。
柳英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我找一下白桃去，你自己当心点儿。哎。哟，开小灶呢？不让我演戏，还不让我吃啊！你这个态度要吃亏的，要学乖一点，去认个错吧。我又没干什么坏事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以为把你的公主撤了就算了？听陆导演说，你的问题要严肃处理呢。告诉你，刚才我听见电影厂在和陆导演通电话，他们不要你了。准是陆导演拆的台，那谁知道？太欺负人了！哎呀，你，哎呀，大人，你要是你不小心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救我呀！快帮我！刘老师，怎么办？不是还有2场戏吗？怎么突然不演了？服装头饰都弄坏了，还怎么演？陆导演说回去还排新戏呢，你就会唬着他。哎，听说白桃瞒着团里到电影厂试镜头是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他要去拍电影了，怪不得那么生气。生气什么？电影厂已经不要他了。哎，我去看看行情。我去找他谈谈。团长给白桃开小灶了，来来来。翅膀硬了，想飞了。其实电影和戏剧都是艺术。不分高低，为什么要这山看着那山高呢？像你这样不遵守纪律、忘乎所以，不要说电影厂，跑到哪儿去也行不通。为了你的事，刘老师一直很伤心，说是没把你带好。你呀，老师为你操了多少心呢？白桃。还记得那首诗吗？新竹高雨旧竹枝，
全凭老干为扶持。你可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啊！放假3天，你们准备干嘛去？我回家一次，我要大睡3天。丽丽，你这次辛苦了，当心别睡成懒包了。不会，你放心吧，你别说那个。2、3，好。我在场上，白桃也好定心点儿。今天我还没吃过那么甜的呢。沉下去，再唱。老师，看来大家都喜欢硬，跟着我。你好看。对了，可是吗？老师，不要紧的，啊，不要紧的。没错嘛，嗨，那就不见得。你看着我，这样。白桃，请进。老师，你腰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我对不起你。别说傻话了啊！坐下吧。老师，你还要我吗？你呀，看看写字台上是什么？打开看看吧。淘淘，别难过了啊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省里马上就要举行新人汇演了，振作起来，好好排练，用实际行动改变大家对你的看法。